有民众讲，伫台东的海墘仔去捡到飞弹的外壳，即马陆军是证实讲，迄是陆军训练用的，无危险性。嘛，因为即马陆军最近伫屏东的救兵基地进行操演，昨昏搁伫屏东的满洲执行新型操演。还是飞弹还是什么东西？有看到尾翼耶。一个感觉小不明的物体出现伫台东县大金乡南田村的海墘仔，因为伊的外形有尾饰。后面将怀疑是飞弹，伸手去甲摸，无偌久了后，军方就去现场回收。陆军嘛证实，这个不明物体是陆军训练用的空中飞弹，并无危险性。本部获报后，已派员前往鉴定，确认为近日执行精准飞弹射击时所使用的靶弹残体。该靶弹系提供刺针飞弹射击训练使用，残体无火药及安全顾虑。军事专家表示，这型的飞弹是由中科院研发制造，提供予国军乘做地道防空飞弹实弹射击训练用的。因为陆军最近伫屏东救兵基地海岸进行雷霆、提马、甲神弓等等的操演，验证各种精准弹药射击的效果。它这个靶弹呢，也大概是模拟这个低空的这个慢速的短程的这个目标，提供这种追热飞弹做训练使用。苏浩宏指出，因为天气歹，然后试射的就射减至飞弹，是会当捕捉中继空袭防御能力的武器。也若国军11早起，嘛伫屏东满洲乡执行新型操演，6项601里直升机队都要克服真头的落山风，发射向尾抓飞弹，进行预定的任务，一个一个拍着目标。今年的话，它是实战化的模拟发射，所以它的准备时间非常短。他看到目标之后就直接发射了，他们表现非常不错。飞弹的声音伫空中是真大声，请真侪军事迷来看来翕相。也若国防部嘛公布车站，侦查到14架中国军机，6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